今日嚟到淡水，朋友介紹呢，開咗一間新嘅港式料理，老闆同埋老闆娘呢都係香港人嚟嘅。睇 Google 雖然開咗個零月，但係全部都係5星星。以為間鋪頭會好難揾，點知原來佢只係開喺社區入邊嘅一條小巷入邊，門口仲可以泊車喎，超方便。喺間鋪呢，裝修得其實都好靚，大約20零個位置啦。今日嚟到呢，即刻有位，唔使等，非常好。即刻入去試下先。入到去仲聽到播緊廣東歌啊！睇過菜單呢，全部都係啲正宗嘅港式料理，套餐為主啦，會連埋飯啦、前菜啦，同埋有一個菜跟埋嘅。咁首先嗌咗個小食先啦，咁就有一個椒鹽雞翼尖啦，同埋呢個港式紅豆冰。本身自己已經好鍾意飲紅豆冰，杯紅豆冰超滿足，成半杯都係紅豆。套餐嚟到啦，咁我就嗌咗一個蒸肉餅套餐。見到個前菜鮑魚呢，真係嚇一跳，真係新鮮鮑魚。跟住見到呢，佢哋仲擺咗好多香港嘅調味料啦，仲有最緊要有一個益昌號嘅沙鮑魚肚，下次一定要試下。認住兩位老闆嘅嘜頭啊！如果佢哋得閒嘅話呢，仲會出嚟同你哋傾下偈。